我諗一諗咧，就即刻諗到我父母不幸佢哋已經過咗世啦。但我一向好感謝佢對我嘅愛。首先喺年輕嘅時候，佢對我嘅教育啦，我爸爸媽媽兩個都係文盲，冇咩讀書，有6個仔女，我排喺第3。但係雖然我哋出身亦都唔係有錢人，都係貧窮，靠爸爸媽媽嘅努力，即係有個家庭，做咗生意嚟養大我哋6兄弟姊妹。而其中咧，雖然佢哋係文盲，自己冇機會讀書，但冇因為咁而唔俾我哋讀書，好鼓勵我哋，包括我在內，去讀書去求學。所以當我中學畢業之後，我先至有機會去外國讀書。好多謝爸爸媽媽俾呢個機會我，可以睇下呢個天下，可以睇下海闊天空。呢個我一直都好感激，我亦都好感謝佢哋對我不離不棄。記得當年大約係已經19年前，當時仍然喺英國嘅我，因為一個車禍，我撞斷咗條頸。當日我仲係瞓喺醫院，昏迷不醒。醫生亦都當時可以判斷到，就算我醒咗，我因為撞斷咗條頸骨，我就一定已經係全身癱瘓。醫生當時係俾咗個選擇我爸爸媽媽，同佢講：嗱，你個女咧醒就一定係全癱㗎啦。不過仲有一樣嘢我哋未知道咧，就係佢有冇傷到個腦。到佢醒咗之後，佢可能除咗全癱之外，就更加可能由於腦細胞嘅死亡，可能甚至係一個植物人。舉個例子，唔會有思想，唔會認得人。當佢未醒之前，我哋係可以熄咗佢呼吸機，等佢自然死亡。醒咗之後就唔得㗎咯。爸爸媽媽有呢個選擇，但佢哋冇放棄到我，有一線生機都要俾我女生存落嚟。到時癱又好，冇思想又好，依然係我個女，我要留返條命。19年前嘅一個爸爸媽媽嘅決定，先至有今日嘅我。
依然有條命仔喺度，依然有我生活得好精彩，亦都好難得喺今年，我叫做學業有成，攞咗而家呢個博士學位，我好感激個爸爸媽媽。當年就冇放棄到我，俾咗一個重生嘅機會俾我。